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，伫顶一届选总统的时阵，指控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，甲绿能厂商摕好厝，免费带入去合体。当时这个潘明安真不满，讲破坏伊的名声，所以去告王宏维，而且要求赔偿。高庭判以二审采用一审的见解，认为王宏维无合理来查证，爱赔偿潘明安50万。王宏维痛骂讲，这是司法迫害。另外，罢免团体继续推出着宣传的影片，请民众做伙来罢免无适任的立委。婆婆，请支持罢免，谢谢。为当朝的议题大力罢免，上百个影视工作者组成的台湾 Action 推出第5期罢免的宣传影片，点动讲出当朝议算若是互抬调的下场，化为民众就要罢免变红的立委。罢免的第2阶段联署当时滚滚进行中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讲因为惹了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的好体争议，互判败诉。潘孟安在台北没有房子没有关系，因为有财团提供给他。总统大选的期间，王宏维召开记者会，指控潘明安接受绿能厂商的合体。潘明安不满名声受影响，对王宏维提告。台北地院审理认定，王宏维无经过合理的查证，应该赔潘明安50万，抬掉铺文甲影片。不过王宏维不服这个判决，提起上诉。不过昨昏搁再互公院驳回，互王宏维不满，直接伫咧面册骂讲司法迫害。我们有善计查证，非常的遗憾，偏信了就是潘孟安方面他们的证词啊，我会继续的上诉。若要用司法的证明清白，罢免大阵嘛袂当输。新北罢免立委的民团，今仔日一透早嘛到中选会领票，用第2阶段的联署来告诉民进党立委，你们是人民的公仆，不是民进党的机器。罢免的这场战争也搁继续来拍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